请问为什么无结婚的查甫人会号做罗汉脚 ？A. 因为罗汉果足歹食。B. 因为因爱伫咧庙的壁骹休困。C. 因为高一骹吼较亲像代表无结婚啦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，罗汉卡。伊个是爷庙啊，A 应该是无可能啦哦，A 无可能啦。啊 C 呢？ C 敢若无讲介有意思，伊就感敢若硬倒应该是敢若做变 B 应该敢会当应该是迄个四成分对 B， 四成分对 C。阮无鼓励人跋筊啦。好，可以哦。 B 啦 B 啦 B，为什么是 B？因为常常古早时阵，我来讲，我敢若迄老师安尼啊，古早时阵吼，足侪迄个无厝内底用大的人，伊阵啊行到迄庙里，内底都有当食有当困，所以罗汉脚就是安尼来的。是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所以真爱伫庙的，壁嘿，壁骹该休困的，就叫做罗汉脚，安尼对唔对？恭喜哦！来，老师解释一下。嘿，咱过去台湾历史吼有流传一个俗语叫做“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”。啊，真侪人长山过台湾是家己孤人吼，孤一个人，伊家己来无娶什么某囝，啊来到遮无地通住，有路无厝，所以定去庙里这18罗汉迄个下骹遐壁骹遐休困，伫遐困过暝安尼啦。所以古来人就讲遐个人就是罗汉脚安尼。